衙前圍道係九龍城一個主要嘅道路。九龍城寨呢度入去，然後呢就有得派飛嘅，1點、2點、3點。再講一次點樣攞飛，就係每一個鐘頭有3段時段嘅，每段呢就係15分鐘，先到先得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行入去呢一度睇下以前嘅九龍城寨，入邊嘅居住環境呢就非常複雜同差，上面啲電線簡直就亂世佳人咁亂啊！唔單止電線亂啊，入邊啲人都好亂啊，黃賭毒乜都齊啊！三教九流嘅庇護所，仲係黑幫嘅天堂啊！所以呢度就叫做三不管地帶。當時香港政府唔敢管，英國政府唔想管，中國政府不能管。又以備侯專科。響1950年，3級片嘅影院有成10幾間啊！改衫、車衫，去修理袋啊、鞋啊、衫啊，改牛仔褲啊、改長裙啊、訂做啊，哇得喎，乜都有㗎。當時入邊啲人呢就自給自足。物記咧，呢個就係修理電視機、冷氣機、洗衣機、收音機、相機，電話係3818256。外面生存唔到嘅人，犯咗事嘅人，乜都識整啊！好，而家行入去啦，都入嚟呢一度作為一個藏身之所。喺住宅嘅大門口啦。架飛機啊，每幾分鐘就喺頭頂飛過。響度住得耐，連個姓都改埋，個個都變晒龍耳塵。機場未關閉之前呢，13號跑道飛機進場嘅時候，嗰個導航燈呢，喺衙前圍道一座樓嘅天台上面嘅，就係響嗰個漢堡集團嘅酒樓。有個影片喺呢度介紹呢個九龍城以前係點樣嘅。呢啲電線啦，就以前喺天棚最興整呢啲噶啦。啟德機場真係出咗名，係難降落，號稱世界10大危險機場之一，出晒名嘅。以前城寨咧，啲水係咁打嘅喎，不宜飲用。水喉都亂七八糟。15分鐘就完咗啦。第二批人又準備入去啦。衙前圍道，沿返衙前圍道條路走，就見到黃珍珍入去食啲嘢先。天氣酷熱啊，飲返杯泰式奶茶，倒佢落去先。好得意啊！呢個，我第一次見咁特別。又係時候講拜拜。